剪个头发500块，我都剪50块，可是我是不是拿起来自己剪？他赚不到我的钱。我烫头发都是自己去买200多块的那个两把剪自己染。那有一次我跟我同事去洗头，因为他讲一个头发是3000多块，怎么挑染的怎么样？那我就觉得那就是我们整个经济形态的那种转变，让人都很奢侈。但是我提到这个最主要是说，他有一技之长，就是那个设计师他剪的头发那么头发，3000多块、4000多块，还是有人去找他，还要预约，那就是你的专长。所以我的孩子不一定要会读书，但是我给我孩子跟学生，也就是说，读书不是最好，但是你的空间会比较大。因为你没有把握，读书不是最好的哦，但是你的空间绝对会最大。这我也是跟我的孩子讲。那就是说我体会出来的。像我那个时候也是，我读一点点书了所以还是有一份工作，我去参加考试嘛，什么都是考，什么都是考，你要考什么就跟你考什么，你就读什么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有一技之长我不一定要叫你读书，但是你没有一技之长，也是乖乖的跟我念书了像是我有看到我的学生，他就是女生，她的手很巧，她就是做什么工作室，她有一技之长她能弄那个碎花什么，她也开了一个工作室。那她现在初中毕业，国中毕业，她也过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给我们孩子，给我们的辅导的对象也是这种讯息不一定要读书，但是你要给他提醒，读书不是最难，但是他的空间会更大那我们就是说，一个人要朝着兴趣去发展。那参与呢？什么叫参与呢？许多父母呢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不跟他沟通，不参与他的那个所谓参与什么，他的朋友，你要了解他的朋友的状况他有什么事情找你，你不要说我也看那个几倍其实现在的父母都是以前就解决问题了，就大部分讲到有个参加什么活动，这些其他的也没有去了解，也没有去参与都没有去参与，甚至有时候孩子邀请你到学校来座谈会，他也就是来2次工作演但是你那个动作是不是让孩子学到跟人与人的接触不是那么不耐烦，会学到，真的会学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古时有一句话，也是我慢慢觉得说，看心灵去看牛类，有没有？看新娘看牛类嘛那时候我刚来，我是台北嫁过来的20几年前，那时候我去当伴娘，就是美国的看心灵去看牛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慢慢我现在知道原来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说有怎样的父母就有怎样的子女，但是也有个案也有的父母不好，但是他的孩子就是因为看到父母不好，他有善根他有慧根，他自己要跳脱这个环境，也有这种，但是让整个的历程呢，这种孩子他心态你要特别注意，真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假象，他心里在想什么你不知道，而且这种人的心比较重，因为我有接触过这种单亲家庭跟孤儿的孩子，但是你不要去给他戳破千万不要戳破，还是继续跟他做朋友，但是你要稍微有一个防备心，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他懂得进退，他懂得怎么样去生存。我也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很会撒谎，很会编故事，真的很会编故事，很会撒谎如果说你的警觉性不是很高的人，就会被他骗了，甚至还替他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些孩子真的很厉害。好，疏导这个就是说，现在有校园暴力跟那个药物滥用，这可能在高中跟国中比较多，所以我们国小每一年都会来尿液筛选。那筛选的时候，我们老师都要加喝一杯水，让我们沿途都要站哨，站到厕所去。那如果国中跟高中，如果他有嗑药的或者打什么速食康的尿，他们在厕所就会掉包他们比我们还聪明，他们会掉包，所以我们就会在厕所，就是男生派男生老师，女生派女生。这边看，国小到目前是还没有这种迹象，国中跟高中比较多，比较困难，尤其是国中是一个很叛逆的那个行为还有他们性行为的开放所以经常会吓一跳。他甚至会觉得说，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性行为是一个很怂的女人所以我同学跟我讲说，你才不要听他们乱说嘞。我说那个是最珍贵的东西，怎么大概跟他讲那有时候他们就是会有一种像他们的刺激文化，认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甚至